来关心这个消费纠纷，南投有一个查甫人进前去小食店消费，伊发现讲竹笋汤内面有狗血，就咧甲头家反映讲这汤太有狗血，头家坚持讲哪有狗血，无狗血，双方就是店内伫咧起冤家。这个查甫人一不满讲这个头家口气无好，事后佫将这个汤内面有狗血影片咧铺上网络，头家当然为伊本身的态度无好回事的，也过强调讲当时是要替这人客换一碗新的汤，也过呢对方却拒绝，伊唔知讲这个人客。 到底有甚物用意？人客啊，你来看这碗竹笋汤内底一点一点乌乌物件，到底是啥物呢？小食店的人客讲这是狗血，向头家反映，想要到刷去互头家判声扫。确定他是蚂蚁，我有请老板就是再确认一下，他就是不看了，有被大吼大骂，那当然。 感觉会很不好。当时头家甲人客两个人谈遐乌嚷，人客事后将这影片抛上网络，头家事后换出面为家己的态度无好来道歉，但是伊强调，迄当时要帮人客换一碗新的汤，对方原来无愿意。我还有老外200几度，因为我看真正无够个。你若要换饭汤，也是无爱换，拢无要紧。坚持我摕来后，伊搁打算倒。 连刷3遍，你都唔知有啥物用心，我都唔知。去做环境卫生及业卫生的一个稽查哈，按照我们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是可以通知改善，直到改善为止。头家怀疑可能是汤料内底崩皮有问题，目前已经暂停使用咯。若讲汤内底这一点一点乌乌物件到底是啥物，就来看卫生单位检查的结果咯。